Hello，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五秒法則》。咁呢一本書咧，作者想帶出嘅一個訊息咧，就係行動力嘅。咁因為咧，作者佢都曾經試過，即係有一個低潮啦。咁喺工作上咧唔係好順利啦，人生上亦都唔係好順利。咁所以咧，佢當時咧係好低沉嘅，咁就咩動力都唔想做啦。完全係冇動力，亦都唔想做任何嘅嘢嘅。咁佢當時咧就見到喺電視嗰度咧，見到有火箭嘅發射啦。咁火箭發射之前咧，咁通常就會講話5、4、3、2、1嘅。咁作者佢睇完呢一個片段之後咧，佢再諗翻佢自己嗰個當時嗰個人生啦，其實都係好停滯嘅，亦都有少少頹廢。咁佢就覺得都唔可以再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諗起咁我要再重新開始過。咁我可以點樣咧？我點樣去令到自己唔好再去拖延？咁可以即刻去行動嘅。咁佢就諗翻起呢一個火箭發射嘅片段啦。咁佢就諗起佢可以話佢自己就發明咗呢一個嘅行動力啦，就係5、4、3、2、1嘅。咁當每一次佢想去拖延啦，唔想去做任何嘢，可能朝頭早起身嗰陣時鬧鐘響咗啦，咁佢都唔想起身嗰時咧，咁佢喺心入邊咧就默默咁樣數5、4、3、2、1嘅。跟住咧數完一之後咧，咁就要即刻就起身啦。咁呢一本書入邊咧，其實好多時係呢一個作者佢一啲讀者啦，咁佢回應同埋用完佢嗰個方法之後咧，跟住寫翻信俾翻呢一個作者聽，話佢用完佢呢一個5秒法則之後咧，咁佢嗰個人生咧係改變咗嘅。咁當然，我覺得呢一個5、4、3、2、1係中間係有嗰個時間，即係我哋正常人啦，就算我自己都係，即係會成日都想拖延，可能呢一刻我都唔想做啲乜嘢啊，唔想做任何嘅嘢，咁樣可能就係想喺度 hea 或者唔想喐，或者可能就咁想攤喺度。咁當你攤喺度嗰時咧，咁如果你心入邊同自己講5、4、3、2、1，我覺得呢5秒其實係提醒你你究竟喺度做乜嘢，或者呢一個係咪你想追求嘅人生咧？咁如果你係有呢一個意識嘅話咧，咁呢一個5秒咧係俾到你一個停頓位去思考下，而家 hea 喺度。或者而家咩都唔做，冇心機，頹廢，係咪你所需要追求或者你想要嘅人生咧？咁當然，我覺得咧，呢一啲嘅讀者，即係佢寄翻啲信俾翻呢一個嘅作者啦，講翻佢哋嗰個人生或者佢嗰個生活係可能係完全天翻覆地咁樣去改變，因為呢一個5、4、3、2、1。咁我個人覺得其實本身呢一啲讀者佢哋睇得呢一個作者嘅書咧，咁因為呢一個作者佢本身都係講緊一啲好勵志啦，係啊，或者可能一啲自我成長係啦，即係或者一啲可以好 positive thinking 嘅一啲嘅演說，係或者佢一啲嘅睇法咁樣嘅。咁所以佢哋本身係已經係一個動力，佢哋好想去改變啦。咁所以佢係有嗰個意識啦，有嗰個諗法佢唔可以繼續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人當時係一個好低潮，咁你話可能其他又有屋企人朋友去 push 你一把，咁但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內心係冇一種好想去改變，或者可能對於現況係不滿，想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嘅話咧，我覺得係冇人係可以去改變到你咯，除咗你自己之外。所以5、4、3、2、1，我覺得係加強翻你一個行動力咯。你問，即係有少少係你問下自己，你係咪你想要嘅生活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睇下呢本書啦。呢本書其實我覺得都好簡單咁樣嘅，因為最主要都係佢嗰啲讀者嘅一啲
回應啦，無論喺任何嘅 social media 或者可能寫信俾作者，同佢講翻佢嘅人生點樣去改變嘅，咁大家都可以聽下嘅。咁同埋呢一個作者咧，佢喺YouTube 啦，都有自己嘅 podcast 嘅。咁其實都係講翻一啲而家可能你一啲勵志啦，或者激勵嘅嘢嘅。所以如果你覺得而家你嘅生活啦，或者你人生可能唔係咁順利，或者可能你覺得好似好唔如意啊，或者可能好低落嘅話咧，咁你可以去睇下，可唔可以聽下，係啦，跟住睇下可唔可以激勵到你去振作咯。因為我個人覺得你本身內心自己嗰個動力咧係重要過一切咯。即係你可以話可能周圍啲人可以去幫下你或者助你一把，咁但係其實最終其實都係你自己咯。即係解決到問題或者可能令到自己去振作嘅話咧，最終都係睇下自己想唔想要得到某一樣嘢。係啦，咁同埋呢一個5、4、3、2、1呢一個5秒法則咯。咁其實最重要都係想講翻行動係最實際嘅，即係你可能有好多嘅諗法啦，有好多嘅感受啦，你可能亦都心入邊亦都諗咗好多嘢，我想點樣做點樣做。咁但係咧，你諗幾多都好，行動係最實際嘅。你係真係要 take action，你先會知道。究竟嗰個發展會係點，或者情況係得唔得，做唔做到嘅？你唔去做嘅話，你淨係諗，其實你永遠都可以有無限嘅想像，你亦都可以有好多害怕啦，因為你驚做唔做到，因為你唔知啊嘛，你未行動啊嘛。咁但係你做咗，你真係知啦。咁跟住你先至再可能做一啲調整咯。咁你大概知道你咩程度啊嘛。咁但係如果淨係齋諗，跟住又唔去行動嘅話咧，你就永遠都唔知道嗰個結果係點樣啦。咁今日都好多謝大家收聽我嘅讀書會啦。咁希望呢一本書都可以帶到你少少嘅啟發嘅。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